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4月15号，这一期咱们继續胡聊胡适、胡威還有胡一靜老師。今天胡適走勢可以說讓金融消費者空歡喜一場。雖然外圍市場走得還不錯，雖然美國和伊朗的局勢稍有緩和，傳言美國和伊朗第2輪談判16號開始，但是咱們胡適的小散已經被特朗普搞怕了，不信任特朗普，所以說今天的走勢就是小散逢高了結。今天胡適4大指數都是高開，因為受隔夜美股走勢不錯，而且什麼美國的金龍魚指數也是大漲，外圍市场還是比較火熱的，原油價格下跌，黃金也漲，資本市場也漲了，所以受這個影響 A 股4大指數都是高開，但是走着走着就一路下滑，這個走勢明顯有散戶逢高了結，往上走沒有信心，害怕，畢竟4000點以上了，可以出來看一看了。因為受夠了特朗普，無一例外4個指數收盤應該都是綠了，唯有這個是滬指在國家隊的努力之下瘋狂的拉銀行股，所以保住了滬指，它沒有翻綠，滬指是微漲。截至收盤，上證指數微漲 0.01%， 也就是国家隊盡力了。深成指跌 0.97%， 創業板指數跌 1.22%， 創業板指數就不太好看了，創業板指數好像是連漲4天，都已經創了新高。今天是高開，尾盤是跌 1.22%， 那就是在高位來了個大陰棒子，看上去不太好看。這個成交額 2.4萬億，跟上個交易日差不多，跌多漲少，3541家下跌，1841家上漲，所以今天就是一個衝高回落這麼一個走勢。這個走勢散戶是很難受的，畢竟昨晚美股大漲，原油價格也在下跌，所以今天這個走勢很多人恐怕沒想到，胡一靜老師恐怕昨天晚上研究美股又白研究了，白高興一場。他昨天下午研究完學習完特朗普的講話精神，晚上研究美股，這都是非常好的，信心滿滿。因為美股漲了嗎？油價跌了嗎？結果今天胡適讓胡一靜老師失望了，胡適來了一個高開低走，跌多漲少，所以咱們說來說去，胡適還是特朗普行情，本來往上漲就沒有什麼理由，沒有信心，再加上還有一個特朗普這麼個人在這兒畫 K 線，所以有很多小散恐怕是逢高了結。但是你反觀這個美股，它的信心還是十足的，納指好像也要創新高了。美東時間4月14日，美股3大指數集體收漲，道指漲 0.66%， 納指漲 1.96%， 實現連續10個交易日上漲。中東衝突期間，美股悄然完成了一次微型修復。高盛策略師直言，在上周還是不可想象的，市場似乎已經宣布了戰爭結束和勝利。他表示，胡塞武裝在紅海地區沒有採取任何升級行動，無人機襲擊也沒有增加，而且停火協議也沒有被打破。這胡塞武裝一看大哥朗子已經被揍成這樣了，再看那邊的黎巴嫩真主黨正在被按在地上摩擦，馬上就是跟哈馬斯一樣一個下場。那胡塞武裝那傻嗎？所以胡塞武裝也一定是唱高調，就是只打雷不下雨，狠話說盡，但就是不動手，動手那不是找揍嗎？我們再看幾條新聞，這個是財聯社報道說，美國史上規模最大的關稅退款4月20日系統正式啟動。說是什麼意思？也就是說特朗普政府計劃下周一啟動一項系統，該系統將用於向美國進口商退還1660億美元的關稅。這些關稅在今年2月份被美國最高法院裁定為非法，也就是特朗普政府给美國的進口商不是收關稅嗎？2月份被美國最高法院裁定為非法之後，特朗普政府就要把收的關稅要給人家的退回去，而且我看了不僅要退稅，還包含利息。有33萬名進口商將獲得最高達1700億美元的關稅退款。這個新聞說明什麼？其實也沒什麼好說的，就說明特朗普在這個叫再瘋。我看網上有人說特朗普叫大智若風，人家叫大智若愚，他叫大智若風，也就是特朗普再瘋，那美國有法律管他，他做錯了，法律依然可以糾正他。這恰恰說明的吧，美國的這個制度值得大家深思。在印度，在俄羅斯，恐怕這些都難以想象。
一把手怎麼會犯錯誤？怎麼可能？所以我說對特朗普沒有必要太擔心。有人說特朗普也可能成為獨裁，但我想在美國這個制度下，如果特朗普真的變成了獨裁，希特勒那樣的，那說明美國這制度不行嗎？也不值得大家去學習什麼的，羨慕他制度不行，沒有什麼先進性，能夠糾正他，能夠預防，能夠給他把權力關進籠子裡，這恰恰是美國這個制度的值得研究和學習的地方。我們還是看看胡適，胡適這樣你就知道權力是多麼的叫肆無忌憚，權力就是春藥。財經網今天報道，廣東有一家上市公司，上市之前有當地的官員突擊入股，這企業一上市之後，這官員立馬把他股票賣掉，輕輕鬆鬆獲利將近1個小目標，就這麼簡單。這個財經網這麼說的，他說2家總部位於廣東潮州的陶瓷企業在增資擴股階段吸收官員突擊認購原始股，待企業上市後，這名官員減持套現，博取8300萬元的收益。這個都不算什麼，你万一你入股了，你拿了钱入股了之後，他也上不了市，畢竟在證监會那兒審核也通不過 ，IPO 被否了怎麼辦？不要緊，這些所謂的入股交易還有約定的兜底條款。什麼叫兜底條款？就像那些战投和王老板簽的一樣，对赌協議，或者像那些战投和许老板簽的。若企業上市不成功，出資款退回認購方，且附帶補償，確保該官員穩賺不賠。這是財經網報道的，它這文章挺長的，咱就不介紹了。反正這種事情，難道是就這2個股票2家公司有這情況嗎？4月13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一批指導性案例，其中一宗案件反映出上述交易的細節。据財經網了解，案中受賄官員實為汕頭市原副書記孫光輝，他案發時任廣州航海學院黨委副書記。2家涉案企業分別是廣東松發陶瓷股份有限公司這603268與廣東文化長城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後者现已退市。孙光輝現年62歲，历任潮州市凤溪区区委書記、潮州市副市長、汕頭市纪委書記。你看看，2023年7月，孙光輝落馬。大家要想象一下，我作為一家企業，我為什麼上市的時候要讓你入股，白白給你這麼多股份，讓你賺1個小目標？那雙方肯定有交易。大家還記得一個什麼馬可波羅還是什麼？這個也是廣東的陶瓷頂峰上市，大家那麼反对，因為陶瓷行業大家知道嗎？它是個高能耗、高污染的一個夕陽產業。這個企業你要賺錢，自己賺錢不就完了嗎？你每年盈利8000萬、1個億的，你賺就行了嗎？你為什麼非要到資本市場去禍害那個韭菜呢？因為你這玩意兒沒什麼故事可講。陶瓷它的客戶就是房地產，你看房地產現在低迷，你賣出去了回不來錢，都是应收賬款。完了之後，本來陶瓷行業內卷也加劇，高能耗，你要是原油價格一漲，它就利潤就沒了，還有高污染。這種企業你還上市幹什麼呢？它偏偏能上市。那你再想象一下啊，這個財經網報道的這個企業，當地官員入股了，他能上不了市嗎？這還是個小官員，那裡面還藏着更大的魚。所以我說，每一家上市公司背後都有住着一個神仙，很多人不理解。這一家上市公司後面現在揪出来的這是小神仙，這是什麼？這是《西遊記》裡面這揪出來的都是些小人物，沒有背景的妖精。真正後面大神仙，村裡面也不敢揪。你以為你能上市是真的你的業績好是嗎？還不是因為你一上市，別人能挣到很多錢，盆滿缽滿，權力變現，所以你才能上市嗎？所以這個胡適，你看看，這個可是財經網報道的，咱不是咱瞎編的。2家上市公司，這是管中窺豹，可見一斑。胡適5000多家上市公司，難道只有這2家這樣嗎？大家還記得那個螞蟻金服嗎？螞蟻金服上市之前是吧，連央视都入股了。為什麼央視能入股啊？為什麼那麼的還有什麼杭州市委書记叫周什麼，反正都報道出来很多，都在螞蟻金服有股份，那裡面多少人呢？為什麼給央视股份呢？一荣俱荣，差一点点螞蟻金服不就上市了嗎？在日益没落的美帝国主義，他們总統做錯了，那都得受法律糾正。你在這村裡面芝麻大的官，
都能想辦法变現，這就是權力不受約束。這是上市公司。我們再看21世紀經濟報道，說這個老字號詹小泉股價這5天累計漲幅45%。我的印象中，詹小泉好像都快歇菜了。詹小泉就是生產菜刀和剪刀的。我记得詹小泉以前那個菜刀不能拍蒜是吧？一拍就断，好像是這家公司。結果最近突然也不知道什麼妖風吹來了，股價5天暴漲45%，也就是市值增長了45%。近日，老字號刀剪企業詹小泉股價持續走高，4月7日至13日，公司股價連續5個交易日上漲，累計漲幅達到了45.65%，引發市場關注。隨着公司股價異動，有消息稱詹小泉工業剪刀業務已切入光模塊、PCB、新能源等高端制造供應鏈。你說说，这什麼企業都能講故事？一個生產菜刀的、磨剪子鏟刀的，居然跟光模塊、PCB 到底是啥？我都不知道。跟算力、人工智能都能掛上鈎。你說就問你服不服？因為沾上這些，所以說這股價就暴漲。對此，這個記者以投資者身份致電詹小泉公司接線工作人員回應稱，不知道這是哪來的傳聞，所謂的光模塊、PCB、新能源這些我們都沒有參與。說如果有一定的規模，我們會對外披露的。把人家公司搞得都莫名其妙，這不能怪詹小泉，這恐怕要怪這些不知道誰放的謠言。那既然是謠言，那為什麼什麼所謂的這個金融消費者，難道就這麼不管不顧嗎？就進去就炒？這家企業好像業績不咋地，現在一把菜刀，好的菜刀才幾十塊錢啊！這菜刀這玩意，這個老字號不占優勢。現在什麼，你看德國的或者什麼的，就是那種剪刀，那比詹小泉那還更锋利、更耐用。老字號這玩意它現在不吃香，所以說一個做剪刀的，現在菜刀的也卷得很厲害，活得挺不容易的。那居然跟光模塊、新能源幹上了，這個就反映出胡適都是一些什麼人？參與胡適的都是一些賭徒。我們再看看這胡錫進老師。這2天終於把目光從霍爾木茲海峽、從衛隊身上移開了，重點關注歐洲，關注俄爹了。他昨天發了一個微博，他是轉發英國旁觀者雜誌，也就是說他借英國旁觀者雜誌來表達美國和伊朗的戰爭，最後的贏家是大國，這意思。反正他曲里拐彎的就這種，最終是要表達是中或贏。你看他不是他自己說的，他說英國旁觀者雜誌最新發了一篇文章，說什麼關於美國封鎖霍爾木茲海峽會不會對大國造成傷害。老胡覺得它很有參考性，在此推薦一讀。以下的所有文字都來自該文，然後他就轉發了這篇文章。國外媒體人家是言論自由，人家說好的說壞的都有，你能找到1萬篇說大國厲害的，同樣你就能找到1萬篇說大國不行的。這個我想大家都能理解吧。在人家那兒隨便，你能找到1萬篇表揚特朗普的，同時你就能找到1萬篇罵特朗普的。胡錫進老師他就專門轉他，他喜歡的，他的跟他觀點像一樣的，他就轉發。這是人家說的，可不是我說的。你看，這是英國人說的。這個文章最後說，主要的問題發生在華盛頓和印度之間，大國之間，而真正的結論是，大國的能源規劃者們遠見卓識得到了驗證。你還變着。就拐着彎的，變着花樣的誇一下唄，就這意思。電動汽車計劃、戰略儲備、管道多元化、煤炭與可再生能源混合電網，這些所有都是為了應對這種突發情況而設計的。這說這麼多我也不知道什麼意思。總之，那韭菜加油還不是貴了嗎？你說韭菜加油，如果油價沒貴，那你真的很厲害，早算到了，早有準備。但是你这個韭菜還不是背下了這一切嗎？那油價漲了好幾回了，對不對？連胡錫進老師自己都呼籲是吧？不能再拿這個油價漲得受不了了。或者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理解吧，或許外國媒體說對了，說你印度早就做了應對，也就是印度得到好處，但是韭菜沒有得到好處，韭菜付出代價，牛馬還繼續承擔油價飆升的這種後果。那印度這好處到底去哪兒了呢？胡錫進老師不問問嗎？那麼厲害，對吧？如果你這些厲害反映在韭菜的收入、韭菜的衣食住行，韭菜得到實惠，那韭菜就鼓鼓掌。你這些所謂的厲害跟韭菜都沒關係，韭菜最終還要花高價去買油，這個你很難讓韭菜發自肺腑的這種感動叫好。
胡锡進老師又評論了匈牙利不是變天了嗎？匈牙利鄂爾班终於下去了，新上的這位未來他會對大國怎麼樣？據說鄂爾班在台上的時候啊，匈牙利跟大國關係還是可以的，因為大國在匈牙利有很多投資，什麼比亞迪、寧德時代，匈牙利儼然成了大國進軍歐盟的一塊跳板。這麼說也不過分。但是匈牙利鄂爾班一下台，那換了個新領導，會怎麼看待大國關係呢？這就是胡锡進老師開始分析了，說大國在匈牙利的投資會是什麼命運？大國和匈牙利關係會有什麼動向？即將上任的新總理毛焦爾勝選後表示，大國是世界上最重要、規模最大且最強大的國家之一，發展與大國的關係符合我們的利益，我相信這也符合兩國的共同利益。這胡锡進就說了，他說這是對華友好姿態。老胡作為長期觀察大國對外關係的媒體人，我相信這會是匈牙利新政府基本對華態度，也是最符合匈牙利的選擇，甚至是該國不二選擇。怎麼說？如果你只是跟他做生意的，你按照貿易規則，按照尊重人家的法律，那合作共贏互利，那當然他会支持。還有這麼傻的人嗎？以米萊為例，阿根廷的米萊他上台之前，他也是非常排斥和大國合作，是吧？這個大家都知道。阿根廷上台以後，他態度就變了。這是什麼？就是不當家不知柴米油鹽貴。毛焦爾他在競選的時候，他很有可能說了很多不利於大國的一些話，但是他一旦他當了總理，到處都要花錢发錢，到處等着他得去平抑物價，焦頭爛額的。最終你能給他帶來利益，能合作共贏，人家當然就要你，就這麼簡單。你也不能給人家帶來什麼危害，是吧？你也不給人家輸出什麼革命，你只带来利益，那人家当然要你。这个米萊現在他就願意跟大國合作，你跟大國一合作，你的阿根廷的牛就能賣得掉，牛肉，你的阿根廷的農產品，大豆。胡锡進老師味兒最大的評論關於俄爹的，俄羅斯的外交部長不來了嗎？胡锡進老師就在下午他寫了個評論，這個評論真的肉麻至極，看了直起雞皮疙瘩，很容易引起生理不適。這胡锡進老師這麼說的，他說：“老胡作為中國國家利益的關切者，我對中俄關係戰略性不斷發展和夯實深感高興。我深知強大的中俄關係對中俄兩國都有不可取代的意義。中國國內一直有人不喜歡中俄走近，他們完全是感性的，也就是胡锡進老師是理性的，不喜歡跟俄羅斯走近的人都是感性的，他是理性的。”這麼說也算客氣了，胡锡進老師還是比較客氣，比較內斂收着的，你知道吧？這跟加藤老師不一樣，加藤老師直接就是喊殺。如果愛挑撥中俄關係的，翻歷史舊賬的，有人動不動就說海參崴，有人動不動156平方公里，所有翻舊賬的都格殺無論。這是加藤老師說的，蓄意破壞跟俄爹關係。你看你這麼一比較，發現胡锡進老師就含蓄的多，內斂的多，就收斂的多。他只是說這些人都是感性的，怎麼感性？對地緣政治缺乏起碼的認知和理解，也就是他最理解地緣政治。你們也就是咱們這種你不喜歡俄羅斯的，那你都屬於那種對地緣政治缺乏起碼的認知和理解。俄羅斯國內也有一些懷疑中俄關係的短視者，然而過去4年的經驗和教訓教育了他們。這是胡锡進老師說的，說過去4年俄羅斯國內那些反對向東看的，反對跟大國發展關係的這些人被鐵的事實給教育了，不知道怎麼教育的，我也不知道教育成果怎麼樣，反正胡锡進老師說他們被教育了。這胡锡進老師這個結論不知道怎麼得出來的，說我們強大的綜合國力，特別是供應鏈的全面和先進性，幫助了俄羅斯度過了西方嚴酷封鎖的危機時刻。我感覺這是高級黑了，這大屎盆子自己往自己腦袋上扣，而且成為俄羅斯今後發展的長遠支持力量。這胡錫進老師就真的不能胡咧咧，你代表你自己就算了，不要瞎代表國家。他代表國家把這屎盆子自己往腦上一扣，人家現在就說了，你看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到現在都不停火，還在打，因為有某些國家在背後支持他，如果不是這些國家支持，俄羅斯早垮了，是不是這種說法？美西方是不是這種聲音？有些國家還在辯論說沒有，我們只是正常的這種民間貿易、民用商品。這些國家還在辯論，跟這種聲音做鬥爭，說我們沒有支持他去侵略烏克蘭。
結果到胡锡進老師這兒，他自己把屎盆子一扣，說幫助俄羅斯度過了西方嚴酷封鎖的危機時刻，而且成為俄羅斯今後發展的长遠支持力量。所以胡锡进老師，你就真的是行行好吧，你不要屎盆子，你往你自己头上扣就完了，不要往別人頭上扣。你就是印度國內一小撮這個精英分子支持俄爹，那你沒毛病，你不要把屎盆子往國家頭上扣，別到時候又挨一巴掌。趙老爺不高興了，叫你雕盤，你把屎雕回來幹啥？是吧？你負責雕盘，你把粪桶给雕回来幹啥？屎盆子雕回来幹啥？這一大耳光子不得切過去嗎？所以胡锡進老師真的雕盤，你管雕盤，你不要雕屎盆子，你知道吧？是吧？這大國一直在對外解釋，对吧？我沒有幫俄羅斯侵略烏克蘭，這還居然自己，這真正是把腦袋往電梯門上夾，往裡塞，是吧？後面俄羅斯作為超級核大國和能源原材料大國，以及全球地缘政治的重要砝碼，支持了大國的大戰略，成為大國應對可能危機的重要保障力量。這個就是胡锡進老師的一廂情願了，相當於給俄爹許願，求俄爹保佑，就這意思啊。沒有經過驗證的，你哪一條經過了實戰考驗檢驗的？胡锡進老師這不就一廂情願，这不就是許願嗎？我記得南聯盟那次，那可是危機時刻，是吧？畢竟被人打了一耳光，轉頭準備找俄爹聯手，意思給美國施壓一下。俄爹什麼表態？胡錫進老師忘了吧？胡錫進老師如果忘了也不要緊，你想象一下，敘利亞對俄羅斯來說意味着什麼？俄羅斯在敘利亞投了幾千億，對不对？投了大量的錢。結果巴沙爾垮台的時候，就幾千個駐那裡的兵騎着摩托車衝向大馬士革，那怎麼俄爹也不去幫一下？俄爹跟伊朗還簽了個什麼協議？這是戰略合作還是什麼協議？反正那名字挺長的，對不對？總之就意思關係好唄。而俄爹跟他簽的那個協議，比俄爹的跟印度簽的那個級別要高，是吧？就我也沒研究。俄爹紹伊古去跟伊朗簽的那個協議叫戰略什麼協議啊？總之比俄爹跟印度簽的要高。結果現在朗子在挨揍，俄爹說啥了嗎？俄爹出手了嗎？俄爹保障了嗎？那你胡錫進老師為什麼就這麼相信俄爹到時候二哥被打的時候，俄爹大哥會出手呢？馬杜羅已經被抓走了，俄爹也沒怎麼着，也沒有說派人去劫獄，是吧？胡錫進老師恐怕忘了，地保的朋友不是在地獄就是在監獄。你看最近下台的鄂爾班剛說的，這鄂爾班如果不跑到俄羅斯去，很有可能要坐牢。把話先放這，作為地保的朋友，鄂爾班恐怕這正在走向監獄的路上。胡锡進老師最後說，一些印度人擔心美國今後可能會聯俄抗印，俄羅斯或許會從印俄關係中出走，這是一個幼稚的想象。你看，就別人這個想法都是幼稚的，他的想法很成熟，非常老道。但是不就是夾頭和胡锡進老師黃俄他們天天鼓吹的不就是叫聯俄抗美嗎？很多黃俄為什麼支持俄，是因為反美嗎？俄爹舉起了反美大旗嗎？這不是夾頭老師說的嗎？胡锡進老師也說的，你一個不反美的俄爹還能叫爹嗎？你還要他有必要嗎？不是好多黃俄說的，你為什麼要支持俄爹啊？因為俄爹在那反美，吸引美国的火力，這樣印度就能悄悄的發展。印度在俄爹的庇護之下發展，俄爹在前面遮風擋雨，吸引來自美國的火力，你不就是這麼說法了嗎？現在怎麼胡锡進老師又變了呢？就是黃俄要回答一個問題，就是一個不反美的俄爹，你還供着他幹啥？对吧？你們家的排位上不也挺緊張的嗎？為什麼非要把俄爹塞在上面呢？他也不反美了。好，胡錫進老師已經退化到什麼程度？他還退一步了，叫退而求其次。就是當印度遭到美帝打擊的時候，俄爹這時候出手，這個才叫幼稚。為什麼？你看一看敘利亞，看一看朗子，看一看委內瑞拉，再看一看古巴，哪一個俄爹出手了？如果有那麼一天，萬惡的美帝要對印度下手，那俄爹是第一個跳出來。我想起了那個讓子彈飛裡面那個教師爺，讓我來，我有9種方法讓他體面。胡錫進老師有可能要大失所望，到時候如果萬惡的美帝要對印度下手，這個俄羅斯恐怕第一個跳出來，是吧？不勞您動手，我有9種辦法，專門收拾專克印度，一克一個準，克了他的感謝。像胡锡進老師，像加州老師這種，你把他收拾了，他還得跪地感謝啊，拜謝。打得越狠，他謝得越厲害，不就這意思嗎？這歷史經驗告訴他們，
這就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